5月釋經靈修分享，2025年5月3號，約伯記第1章13至22節。有一天，約伯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裏吃飯喝酒，有報信的來見約伯說：牛正耕地，驢在旁邊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闖來，把牲畜擄去，並用刀殺了僕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脫，來報信給你。他還說話的時候，又有人來說：神從天上降下火來，將群羊和僕人都消滅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脫，來報信給你。他說話的時候，又有一人來說：迦勒底人分作3隊，忽然闖來，把駱駝擄去，並用刀殺了僕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脫，來報信給你。他還說話的時候，又有人來說：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裏吃飯喝酒，不料有狂風從曠野颳來，擊打房屋的4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們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脫，來報信給你。約伯便起來，撕裂外袍，剃了頭，伏在地上面拜說：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。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在這一切事上，約伯並不以口犯罪，也不妄評神。約伯記第1章13至22節記述試煉嘅降臨。約伯失去財產同埋兒女，卻以敬拜回應。呢段經文展現苦難嘅突然同埋劇烈，並且突出咗約伯喺試煉中嘅信仰態度，為後續嘅對話作出基礎。有一天與兒女筵席呼應，試煉突然間嚟到，4次災難接連咁樣發生。示巴人搶牲畜，示巴人係嚟自南方，可能係居住阿拉伯半島南部嘅也門。16節天火燒羊。第17節迦勒底人搶奪駱駝。迦勒底人係嚟自北方，呢個時候喺米索不達米亞西北部嘅黎凡特地區游牧。第18至19節狂風塌屋殺兒女。狂風係嚟自東方，可能係嚟自曠野嘅旋風。撒旦係工作勤奮出色嘅破壞者，佢得到神嘅允許後，1日之內就從4個方向交替帶嚟2次天災2次人禍，使約伯嘅完美世界攻傾崩塌。每次唯有我一人逃脫，係強調災難嘅徹底，顯示撒旦嘅攻擊係迅猛無情。4次災難接二而嚟，約伯毫無預備，佢係顯示神允許嘅界限。苦難雖然猛烈，仍然喺神嘅手中。20節撕裂外袍剃頭係中東哀悼嘅習俗，表示極其嘅悲哀。伏地面拜卻係轉向敬拜，顯示約伯喺苦痛中仍然尋求神，而唔係怨恨。呢個動作反映內心嘅掙扎同埋信仰。約伯撕裂外袍剃頭表示悲哀，卻係俯伏敬拜，選擇稱頌神。呢個唔係否認痛苦，而係超越痛苦嘅信心。約伯嘅話承認人生嘅無常，將福禍歸於神嘅主權，賞賜收取表明佢接受神嘅權柄，應當稱頌，顯示佢敬拜嘅心。22節不以口犯罪係指未咒詛神，不妄評係指未有指責神嘅不公，證明撒旦預言錯誤。約伯講賞賜係耶和華，收取也是耶和華，係接受神嘅旨意，並冇妄評神嘅主權。呢個順服顯明咗信仰嘅深度。思想約伯記第1章13至22節顯示約伯喺試煉中嘅信仰。災難突然而且猛烈，佢悲痛卻係敬拜，
信服仍然稱重。佢失去一切，卻係未失去對神嘅信靠。呢個唔單止係故事，更係我哋嘅榜樣。苦難無法奪取我哋嘅信仰，因為神仍在掌權，佢嘅名永遠當稱頌。祈禱，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喺約伯記中賜下試煉嘅榜樣，你掌管我哋嘅苦難，你接納我哋嘅悲傷，你悅納我哋嘅順服。求你幫助我哋喺試煉中信靠你，以敬拜回應你，以稱頌榮耀你。願你嘅靈同樣安慰正處於苦難嘅信徒，堅固我哋嘅信仰。阿門。從前遇上似恩的你，為我譜出愛的日記，記一切是你叮囑勉勵，如若你再靠近親像恩言，來度過着美好主的日期。你從未吝惜，事與未定，多麼感謝你。擔重擔當困倦，你用慈恩手帶我遠飛，獻如旋風給我望見，驚險中遇到你，主恩手不會離棄，感受主手輕撫我面龐，多麼感謝你。身體多麼軟弱，你用慈恩手帶我遠飛，獻如旋風給我望見，驚險中遇到你，今天主使我活了，靠着你口中的話，令一生驚喜是你。從前遇上似恩的你，為我譜出愛的日記，記一切是你祝福引導，能奉獻是主賜下恩情，來享受美好主的福氣。你從未吝惜，事與未定，多麼感謝你。擔重擔當困倦，你用慈恩手帶我遠飛，獻如旋風給我望見，驚險中遇到你，主恩手不會離棄，感受主手輕撫我面龐，多麼感謝你。身體多麼軟弱，你用慈恩手帶我遠飛，獻如旋風給我望見，驚險中遇到你，今天主使我活了，靠着你口中的話，令一生驚喜是你。主手輕撫我面龐，多麼感謝你。身體多麼軟弱，你用慈恩手帶我遠飛，獻如旋風給我望見，驚險中遇到你，今天主使我活了，靠着你口中的話，令一生驚喜